嗱，御楓名門呢一套咧全新裝修嘅三房咧，可以講景觀同埋視野係最靚仔嘅。你睇呢個陽台望出去就睇到我哋嘅小區嘅園林同埋泳池嚇，小區咧亦都非常舒服。全屋咧已經裝好晒、帶好晒呢啲家私電器噶啦，幾乎你拎包就可以入住啦。嗱，呢一個98平方嘅三房啊，入門咧呢啲櫃啊、密碼鎖啊，全部已經做好晒噶。你睇我哋嘅廚房方方正正，空間都非常之 OK 噶。成個大廳咧開間係都好舒服下嘅，就睇翻我哋園林小區啊。房間咧做好咗床鋪同埋衣櫃啊，而家業主咧亦都係非常誠心出售噶。咁小區咧係離珠海咧係非常之近嘅。2個紅綠燈就到珠海啦。嗱，主人間空間亦都唔錯，亦都係睇翻小區。嗱，呢一戶咧就喺小區入邊咧係非常之安靜嘅，住得非常之舒服。嗱，呢間房咧比較適合冇時間裝修嘅朋友。嗱，唔需要你裝修，你基本上拎包就可以入住啦。15萬左右嘅首期，3000大幾嘅1個月工就可以落低啦。啊，有興趣嘅朋友帶你睇好。